请大家备慢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。今仔日是大港日的第一主日，咱请侯长老夫妇来点第一支的蜡烛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，怎样遐通以爱？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，延到分去。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我的上帝求救。这是俄罗，咱请敬拜团。我们可以起立或是坐着，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，开放在阳光下露芽，我要活泼地吐露芬芳，让人知造物主的伟大。他既不给予我那韶华的荣华，必来更骄傲我的生命可为可夸。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，我要对人说主的伟
大。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，非要在树梢间多逍遥，我要静静地歌唱赞美，让人知造物主的奇妙。他既不弃于无那雀鸟的去掉，必然叫我的你更为重要。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，我要对人说主的奇妙。他既不弃于无那笑话的荣华，必来更叫我的生命更为繁华。若我是一朵路旁的笑话，我要对人说主的伟大。我们的神是路边的小花，林中的雀鸟都不停地看顾，何况是我们是他喜爱的儿女，他更是爱我们，更是照顾着我们。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说尽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张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我们再从头来一次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说尽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
可多比你的脸。我若展开青春的翅膀，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得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说尽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？可躲避你的面。我若展开青春的翅膀，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我们持续站立。咱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恁要安尼三听。请坐，请咱压头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将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世间，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活。阮伫大港坐时，搁再来思想，道成肉体，踮伫阮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阮也感谢一年中对你来的恩典，伫感恩节的时，算小你的恩典，超出阮所求所想。因为你是一切丰盛的源头，我靠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有时阮也拄着艰难困苦，病痛死失，总是你是同在扶持，甲阮同行过这艰难的时期。你是阮的帮衬甲盾牌。天父求你，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有换新正直的灵，刚强的心智，将福音来分享，荣光你的名，见证你的疼。阮恳求你，通过蔡长老将期待甲希望显明，互讲的、听的，当得到利益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过来学老，请圣歌队，因要吟的是我靠伊就无烦恼。
咱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35至38节。天使应伊讲，圣神要临到你，至悬的权能要指引你，所以对你生要称做圣，做上帝的囝。搁你的亲情伊丽莎白已经老爷怀孕，平素称做未怀孕的，打有新6个日啊。因为上帝所讲的话，无一句无力。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。”天使就离开伊去。今日讲道，咱要请蔡长老，伊要为咱讲的题目是期待较希望。三个来祈祷，我看主恭喜你帮掌管。伫台港这地的主日，我每一个人用着期待甲希望伫你的面前，主佢呢真真正正来体会处理感性的意义。你多好阮啥物？当你再临的时阵，我有准备好势无？主佢你帮赞照顾阮，往这台港在这期的中间，真正来反悔善思，真真正正来迎接主你的降临。安尼祈祷，奉最后所求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甲出面隔壁讲一句：感谢主。感谢主！今日咱三个到这个所在，咱看到已经点到第一期的路条啊。台港这时阵，咱带什么希望？咱所看到是，那每一个人伫台港这时阵，为了期待无？咱准备好势无？为了希望无？咱有比咱的心，咱有将付比咱的心要献伫主的面前无？咱有每一个人有宣告主耶稣要过来这喜乐无？我有将主耶稣这的听分享出去无？到主过来迄日，我想昨咱大家拢真紧张吼，昨看选举，其实选举结果可能真早就有了会对啊。总是咱嘛一种期待，咱一种准备。伫咱教会中间，咱是毋是我爱来阐述这项事？迄是六七间教会是保罗先生因传道旅行，然后使徒去牧养非常好的7间教会。咱我启示录安怎写？甲一间斯维纳，免叫一间菲拉铁菲的教会，这个教会走到保罗先生路险。什么原因？咱每种是毋是跟习惯做礼拜，慢慢有迄个习惯性？伫固定的中间，慢慢无烧无冷，将迄个元气头来听，那个不冷不热，将起初的爱来丧失了。咱回想看觅咧，当咱开始设立的时阵，咱问伫这边的时阵，迄阵咱的心是安怎？咱即阵的心是安怎？我并无批评各位，因为我甲大家共款，我嘛咧反省我家己。咱每一个人是毋是搁再一摆，搁再一摆？咱开始有小组啊，咱开始搁一摆，搁一摆，咱每一个人要活伫上帝话语的中间啊，咱每一个人拢要带到天堂的所在得到救。咱要徛伫审判的这边，咱无要徛伫受审判的这边，咱要徛伫受拯救的这边，毋是被审判的这边。咱要伫上帝面前爱知啊，咱咧换新家己啊，心智换新来变化家己，心智更新而变化自己啊。
叫做主顺良宣传，通正做主恶乐的百姓啊！即边的选举时阵，我当然咧看选举，当然我对迄嘛好奇嘛吼。看了的时阵，我突然想到讲，所罗门王、所罗门王这么好的君王啊，这么大的君王，结果呢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你看。他做的诗歌，他做的箴言，甚至接受传道书也是他所做的。那是多水的旗鼓，那是多忏悔、多谦卑，所有本王所求的是智慧啊！上帝所赐予伊这么多，总是咧看伊到后期的时阵，奢华宴乐，离开上帝，甚至娶某中间，真正是外邦人，怎去拜偶像啊？佮替信偶像啊！你看伊后生都破案，将这些老话、所有人听话，拢甲赶走，拢甲听少年的话，忠言逆耳，好听的话听袂入去，已经习惯执政啊，已经习惯，已经慢慢啊放上家己啊。所以讲，上帝主动将我的人顺便互谦卑的人啊。当咱开始咧袂记你家己的时阵，当咱开始啊，中央教会即阵钱拢献好势，也免奉献啦。咱中央教会已经逐个咧奉献，等个钱拢献了啊，过来免奉献啦。哦，咱大家啊足舒适的，你看花插了够水，好，今仔日咧看那个那抬杠坐来，哦，足水的，咱要搁请，咱的喜乐合唱团来替咱啊伫遐做音乐的见证，哦，咱要有福音茶会，哦，一切拢足美满。咱我检讨家己啊。南犹大8以色列南犹大209当历史中间换19个王，圣经内底无一句讲迄个王是好的，没有一句话说那19个王有一个是好的，因为敬拜上帝，他们会敬拜上帝，有啊。然后因敬拜上帝啊，总是因敬拜上帝比一种形式化的上帝，现在敢若现在偶像照相拜，无讲伊。无讲歹代志，慢慢的发生，但是已经麻痹啊，已经麻痹啊。咱看到对马利基书第4章的时阵，第5节、第6节安怎甲咱讲？当耶和华大无畏日子之前呐，上帝日子主耶稣迄个日子，主耶稣基督要过来以前啊，伊会派以利亚来呀，派以利亚做什么？让父亲回转为他的子女，子女回转到他父亲的身上，让复数哦。咱一代过一代，伫每当家检讨会时阵，我用惊一条讲，哦，原来吼，足侪人已经70岁啊呢。迄阵吼，50岁叫老翁，啊60岁叫做老小，啊70岁咧，叫做老岁啊。总是咱有接起来无？咱后一代无？业长就定讲，你第4代嘛吼，新人第5代。我嘛足骄傲的，我若对阮阿嬷算起来，阮阿嬷、阮老爸、我第3代，阮后生嘛第4代，总是真重要的哦。上帝祝福你的前代后代有哦，前提是啥物？爱轻调上帝，轻调上帝的人，上帝祝福是加倍互恁。一代过一代，弃掉上帝。啊，你若无弃掉上帝，是1代千、2代名、3代无名、4代你请我无用，5代神明满处经哦。上帝即发颠倒坐，讲上帝心抱对啥？上帝皆开始啊！所以咱每一个人爱开始接咱后代出来啊。当即摆咧选举的时阵，我都有看到讲啊，是毋是迄老面孔？多少都是新面孔。咱中央教会服侍嘛是安尼，中央教会的服侍，阮这老面孔应该慢慢换掉啊啦。慢慢新的一代50岁、60岁、40岁、50岁、30岁、40岁、20岁、30岁出来，一代接一代。今日开始讲到你说中医啊，已经讲哇，别人搁换一个新的少年呢。你讲不要跟咱的请牧师，剩下拢摕互伊就好。咱毋是责任呢，咱服侍是出于咱的心，服侍是真虔诚。咱每一个拢是人人皆祭司，每一个拢是君尊的祭司的。彼得后书2章9节甲咱讲时阵，咱毋单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受拣选的族类的。咱每一个人才是受拣选，你讲无啦，是啥物人甲我招我来？上帝连感动伊招你来，你就受拣选。咱是受拣选的族类啊！咱就看
伫大港这时阵，咱有看到无？其实咱有另外一个意义是安怎讲？他多迄个绘画教师咧祈祷的时阵讲，道成肉身啊！上帝真做人的款式啊，人子啊，降临伫这个世间啊。为什么？我当时咧想倒起来，倒伫门床顶，当时咧准备倒，我想一时阵，我咧想讲，哎，我后生查某囝，我即摆我孙仔咧艰苦，啊，你小我感冒一下，啊，你心啊，感觉呢会丢一下呢？咱坦白讲吼，5张了你若感冒吼，我心会丢一下，但是阮孙仔来感冒，我心就丢一下。你讲我自私？但是我感觉上帝嘛正常的啊，上帝嘛做自私的啊，上帝自私伊做人，伊是看作好的呢。我做遮尔好的物件，你逐个背叛我，为着我来服务你，你的罪过遮尔重，无通救我，无药可救，我也无多，我得牺牲我家己，降落世间，真做人的款式。迄比人了骗天才，更较输一输啊呢。搁我了，坐伫上帝遮边了，才开始恢复伊的阳光呢。啊，咱毋是共款，咱看到咧主路的时阵吼，别人吼有当时看到别人的时阵笑咧，啊，家己啉到家己心情的时阵，讲阮囝咧艰苦，阮囝咧感冒，阮囝当着患难，阮查某囝当着患难，阮查某囝头咧疼，阮孙安怎？你心会疼袂？啊，你来听上帝声，哪袂疼？你着像我阿爸阿伯啊！咱即阵上帝主要说基督替咱定死死罪加了，咱有资格通称我阿爸阿伯。上帝心咧疼，你心敢袂疼？有当时想咱真自私呢，咱现在都无带后一代来敬上帝。咱只个家己享受上帝因以后得救天堂的快乐，啊，咱的后一代咧，咱的后一代咧，太讲这互咱最大的意义，就是咱的等待咱的后一代去承接信仰的脚步，一代一代以后咧天堂的所在三角来见面的。后一代重要不？最重要的，每一个下一代都是最重要的，不是这一代重要，不是讲咱这长子不好，我们这些同工不好，而是我们应该一代比一代强。有一天站在这个讲台的人讲到比蔡崇要好太多了，感谢主。我们要知道，在主耶稣用重罪替我们替赎，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宽恕，上帝替咱来死的，就像我们子女上个礼拜我问阿秋讲，你会替政委袂讲一声好，都无考虑讲我也一样。我真的刚在神面前说，我如果子女的话，要取我的生命，可以让他得到宝贵的生命，我愿意牺牲。但是姚长老，我不见得会为你牺牲。我现在想看嘛，上帝是为咱每一个人来牺牲，只要你若信伊，得到救的人。你讲你都上帝替咱牺牲啊，我都得到救啊，我得当南山者啊，我可以胡作非为。我们老我已经，我们的罪已经除掉，可是我们新的罪不断在犯呢。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出来讲一句话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讲一句话出来传道：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说啊，你们不是替我们，你们不是要来替我们受死吗？我们罪不是都洗清了吗？洗清了，没错啦。可是你有没有再犯罪啦？有时候我们思考自己呀，我不会责怪你们，我是责怪我自己，真的在犯罪，一次再一次的犯罪，100个100犯罪时阵，刚刚上帝下面我，但是多在下面，咱他们愈下面愈少，敢那个钉啊，你甲钉落的时阵，背起来嘛是也有钉痕在。人看主要说基督上天，搁挖上天创啊，替咱避办所在啊，这是上帝正边要互你带来阳光啊，让我们得到荣光啊。所以代将节的意义在做什么？让我们带来荣光呢，让我们带来荣耀，互咱带来阳光的，带来荣耀的。咱是君尊的祭司的，是受拣选的族类的。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咱毋通看无起家己啊。其
今日某某人台当讲道会当传福音嘛？每一个人拢会使啊！你甲想，外国人来，台语也讲袂好，国语也讲袂好，啥物话嘛讲袂好，只有一句“耶稣爱你”，这样就可以传这么久。我们难道耶稣爱你讲不出来吗？跟隔壁讲一下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跟隔壁的讲耶稣爱你，就是这样嘛。你看，你跟隔壁的讲这么容易，为什么跟别人不能这么容易的讲呢？那都得到福音呢？有一天主再临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抵挡得住吗？主耶稣再来替我们替赎了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3日复活升天，然后为我们成全了我们的救恩，让我们有资格称呼阿爸父神呢。我这称呼偌水呢！我老爸老母无伫的时阵，我才心足艰苦的。所以在学的时阵，我可以称呼阿爸父神。有时候我就想到保罗先生讲那句话，我真的很情愿现在就离世，跟主耶稣跟上帝你在一起。可是我世上我还有使命，所以我还是要做。可是如果你现在找我去，我是美得无比呀！咱想看我们的上帝，咱伫世间上，咱无啥物通计较啊啦。每一个伫上帝面前，拢是同样的受到上帝肯定，受到上帝所看过。就以赛亚书47第10所讲的，你要安慰我的百姓啊！我们要安慰我们的百姓吗？你讲那是旧约啦，你这样信就无啊啦。就要到现在一模一样，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圣灵的感动，一样告诉我们安慰我的百姓。你们有在安慰我们的百姓吗？那个人心灵创伤了，你有帮他带祷吗？那个心灵觉得有痛苦的，你有帮他带祷吗？你有去安慰他吗？你有去问候他吗？今天这个礼拜你打了几通电话？你说你的 COVID-19 啊，我们去他家不方便，可是你打了几通电话？安慰我的百姓啊！因为有一天我会带来拯救。上帝跟咱讲，耶和华上帝跟咱讲，有7日我要带来拯救啊！太多等对马那个输一等到马台到最后所去就感谢等400天呢。这400天是等第一遍呢，苏东时68个雅各出来到以色列刀刻约瑟，约瑟伫遐做宰相，以色列民族伫遐生炭，啊，然后做奴隶，安尼几天？嘛是400天，人讲438天啦，咱无咧讲究遐细节。所以这400天中间，你到底真正有听到上帝甲你讲无？这400天等待，毋是讲互你多戆多坐你多等来救恩呢？咱讲临时抱佛脚，不是诶，是要互恁准备诶。准备最后所记录在里面时阵，准备最后所记录降生时阵，你用什么款的角度来看？这得咱期待啊！毋茫啊，毋通像以色列人讲，哎呀，弥赛亚伫要来啊！到即阵，以色列人还佫真大部分讲，你弥赛亚伫要来。可是这时阵发生着一样代志，算是金融海啸的时阵，倒一国的复兴上紧，韩国啊！韩国伫要倒去呢？迄阵贷款无去韩国呢？韩国伫要破产啊呢？叫索罗斯国际伫要破产啊！所以韩国你去韩国看的时阵，拢三骹步一间12家。韩国大复兴呢？虽然韩国的政客吼，你来讲韩国这政客有当时也互人感觉足屁算。韩国甚至为着司法发生大革命，反恐司法行街头的司法大改革。所以韩国叫大复兴呢。咱即看到对咧大复兴，印度，印度你讲怎么可能？印度开始咧大复兴啊！印度的基督徒愈来愈多啊！印尼咧大复兴呢？印尼哪有可能？印尼基督徒愈来愈多啊！印尼听垃圾哦，听一台迄个圣经的垃圾哦，真侪人信主啦！迄偌奇妙咧！啊，用因的话啊，讲啊，有人讲哦，啊，真正是耶稣啊，转希望传告出去，传到了规整好信主。伊朗开始咧复兴啊呢？哪有可能？伊朗无回教国家。伊拉基督徒开始咧坐啊，穆斯林继续传教，对穆斯林传教越来越多诶。那复兴的时阵，台湾当时在复兴，咱咧看无去中国大陆即马习近平来做皇帝，总是因聚会人数，凭那个逼切，敢若像初代教会因秘伫墓坑内底咧聚会啊。
你愈甲迫害，因愈自毁愈多。一个国家的人民啊，卡所自毁愈多，真正是去掉上帝。执政有一日倒，总是一个国家得到复兴。咱爱了解，所以有当时我讲，上礼拜你才注重礼拜六时阵，仆人讲邀请大家来做礼拜，因为迄是复兴的开始。咱讲啊，毋是咧，为着礼拜要互人数较济咧，安尼大家靠民主咧，毋免民主。重点是你会得救的，你的教会愈健康愈得救。咱礼拜了，咱要开始来查经，为什么？咱了解上帝话啊！你讲啊，毋免啊，我都毋免亲像我读新人院的，大家念神学院的，每个圣经很饱读圣经。上重要是有当时你在念圣经那一句话会感动到你哎。所以以色列人互掠到巴比伦啊，迄阵亚利米先知啊，伫犹大国受一对耶路撒冷写到迄个犹大城毁灭的时阵，去亚述帝国甲毁灭，啊北国差不多往18当到毁灭。北国以色列往18当较毁灭，拢总巴比伦毁灭。尼布甲尼撒王将以色列人、这犹太人、这君王、这祭司、这较有名望的人，全部掠去到巴比伦的所在。亚利米先知甲因讲：“你来悔改啊！”那个哀哭的先知啊，总是亚利米先知讲一句话啊：“恁以后哦，有一个新的思想，你要去倒来70当哦，你要去倒来，毋然呢，你要看到一个新的希望。”因为等是等啥？等弥赛亚。咱即摆咧等弥赛亚，咱等的弥赛亚是第二摆降临弥赛亚，毋是像因咧降临的讲第一摆弥赛亚降临。因为特别50时阵3个人是不是亚利米特别甲咱讲啊？上帝所赐平安的意念嘛，是以后开恁一切啊，互恁以后有希望有盼望啊。咱即抬杠这时是要盼望啥？盼望弥赛亚过来啊！上帝在临的时阵吼，咱会当对到上帝怀抱内底啊！咱个过一摆来期待，咱人生会期待袂？当然期待咯。咱即人生讲五子登科对无吼？即摆五子登科是即5种哦，有影吼？大家有影财富啊，娶某啊，生囝，有厝，有厝我是无厝吼。我当想迄个去看迄个地球因兜吼，啊两个暗时拢迄客厅电话拢转落花，逐日咧看美丽华迄个摩天轮安尼吼，好甜蜜哦。我咧看吼，恁拄着也招完一暝啊，互阮两个去遐看一暝安尼吼，偌水咧！车子我遮都想要甲卖掉，我咧想讲坐计程车较方便，然后有当时来台北找停车位，迄奇怪，迄有天龙国对天龙国，迄找一个停车位吼，迄特别若要看伊，我到时拢毋去看，毋敢去看伊，就是安尼，看伊10分钟，找车1点钟吼，敢若找一个停车位遮尔恶，所以今日恁兜家两礼拜我车要去倒车，我根本行路过，足歹停车。总是五子登科，即摆五子登科，咱都讲换个新的啊嘛吼。五子登科时阵时代无共款嘛。阮太太时当是做来新妇，当阮太太做婆婆的时阵吼，比较服侍新妇。哦，当然时代无共款啦。所以相对咱的五子登科时阵，咱上重要是咱的期待，毋是这呢。咱期待啥？上帝给咱三甲地地。咱我圣经内面啊，撒迦利亚的牧师呢，哦，祭司呢，足名望的呢。迄阵的时代牧师，迄阵的祭司是足哩啦受到大家尊重的人。即个撒迦利亚够老，迄个伊的太太伊丽莎白无生啦。以色列人无生是感觉一种见笑的代志啊！哎哟，我遮老啊，袂当生，啊，佮已经更年期啊，袂当生。撒迦利亚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是安怎太我都无多通生一个囡仔，有一个后代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天使甲别咧出来甲讲：哦，我上帝有听到你的话，要赐你一个后生，伊要赐你一个囡仔。伊讲哪有可能啊！我遮老啊，像我即阵吼，跟太太两个吼，定定努力，一直努力看明年能不能生小孩吼。那个徐美智长老说要跟我台舞做回来吼，那他好像尿布你都负责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没。问题是，不等一下那么干嘛好久？怎么可能？姚长老，你明年再生一个，怎么可能？现在讲哈，上帝讲话你不相信哦，我你哀告。让你哑巴，直到孩子出生，你当哑巴。结果伊丽莎白跟他讲说：“我有身孕了，我有身孕了。”
哦，撒迦利亚、撒迦利亚，好高兴我有生命啊！那真的是很奇妙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同在。同样的，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伊丽莎白的亲戚，伊丽莎白的亲家，当然叫考据有可能是讲，伊个玛利亚的妈妈跟伊丽莎白的妈妈两个是姊妹啊，他们两个是表姐妹。伊亲戚的时阵哦，天使甲讲，甲别咧甲讲，蒙台湾的女主啊。你要对我上帝要甲你请安啊！你要怀孕生囝，你个号名做基督啊！是以马内利，就是带来拯救、带来恩望的啊！我才会给你。你要对圣神怀胎，你要从圣灵怀孕。我看他们的信仰都很坚定呢，他们就相信这些事情，然后用着喜悦的心呢。今天我们在待降节的时候，上帝跟你讲说：“我要赐福给你，我要给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在这里教会里面，你要当什么职位？你要为我而尽忠。”你说我怎么可能？我连唱歌我都不会。上帝要用的人，上帝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人，你要不要去用它？对了，咱看到时在讲哦，圣是要临到你的心上啊！你要生一个上帝囝。如果今天你们听到，你们会不会惊讶？我要生上帝囝，那有可能的代志？你来看，你的亲戚迄个伊丽莎白哦，因老啊嘛是会生。哦，玛利亚听到哦，上帝感谢主，前念这些话，讲完这话，伫我心上来显现啦，天使离开伊去啊。所以咱来知影讲，每次咱过圣诞节时阵，咱来了解主耶稣基督跟他约定是啥？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约定是什么？大使命嘛，召万民嘛，吩咐他们守啊，教他们圣经的话，了解事情而已。我们做得到吗？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做见证，等待圣灵的降临。我们有没有这么做？第二个，我们要接纳跟颂赞。我们一般的人啊，社会上有地位啊。以利沙白是祭司的太太，是亚伦的后裔，当然是玛利亚应该也是亚伦的后裔。祭司的后裔耶，是身世显赫、权贵呢。然后玛利亚来看他的时候，已经怀孕，因为以利沙白先怀孕6个月啊。玛利亚来看，迄囡仔咧跳动，圣是感动伊哦，讲：哎呦，到家你那好嘞，你是一个有福气的女子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呐、啊。你的妇女中你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们说是阿比玛利亚，万福玛利亚。那个很淳朴的女孩子，真的是完全去接受哎。然后你看，理论上来讲，以利沙伯的地位比玛利亚的地位高。你看，以利沙伯的先生是牧师呢，那玛利亚的先生呢是木匠呢，两个同一个木呢，字还是不同哎。但相对的什么？他反而是说，哎呀，很尊敬玛利亚，反而去赞扬玛利亚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心？你不要说我的社会地位很高，看到一个人来，他的信仰很虔诚，哦，我真的是很喜欢你，你的信仰很好，你要屈下屈给跟他打交道，而不是说我做保定呢，我跟他讲很好，你来很好。那每一个到我们教会的人都是上帝最喜欢的人呢。所以玛利亚一看到，立刻讲一句：“我信尊主为大。”那只有路加福音也好，路加福音有特别一个尊主颂，撒迦利亚颂、尊主颂。如果你把所有的经节，因为今天时间关系，你去把它念一次，你会发觉到说，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善良。玛利亚真的是非常善良，难怪天主教对玛利亚这么的崇拜。他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人。我信尊子为大，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。你看所说的都不是哎呦怎么办啊，我好害怕了。我的先生如果听到的话，我会被石头打死我也可以用拱死没有，他反而很快乐，因为万代要称为我有福。你看圣灵感动他，他可以这样很公然的说，万代称为我有福，这么美丽的一件事情呢？因为什么？圣灵有感动。各位亲爱的兄姐，圣灵有没有感动你？你有没有得到圣灵的感动？圣灵如果感动你的话，不要忘记你要传福音呢，不要忘记你要找你的下一代来。
所以基督耶稣借着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时候满了，上帝要差他的儿子，这有2个意义哦。差他的儿子一来成为人子，拯救我们被钉十字架；第二次再来做什么？做审判的工作。所以上帝要差他的儿子，最后一件事有没有希望跟觉醒？所以基督徒我们怎么迎接圣诞节呢？其实圣诞节对我们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节庆，因为我们有悔改的心，用准备的心，真的是在那迎接圣诞节。你讲有够烦，这个准备这些物件，我圣诞节吼，特别那圣诞节时阵无用气差，能够让你忙，你应该感谢主。我们有时候都会找一些理由来不忙。圣诞节这个是耶稣来为我们受主，所以不要庆祝圣诞节。所以圣诞节马马虎虎就好。圣诞节很重要，你要了解圣诞节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圣诞节为什么一个礼拜到第5个礼拜，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点燃？到圣诞节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要连接在一起，我们要知道主真的是我们的主。我们要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过什么样的圣诞节呢？第一个要警醒的心呢。你看，要谨慎，要警醒，要祷告。因为什么？末日什么时候到？印尼又发生大地震呢。本来以为说死了70个人，结果讲400几个啊。5.6呢？我们台湾上次发呢不是也5.6吗？可是可能是浅层的，还怎么样？还是他们房子比较不牢靠，死了那么多人。经常在大地震、极端气候、乌俄战争，整个社会这么乱，整个世界都大乱。末日是快到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警醒？我们大家要警醒啊！就像那5个童女一样，他们随时准备好。你有随时准备好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随时准备好吗？我们随时准备好吗？真的是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立下我们的志愿。今天如果主耶稣再临，我准备好了，接我走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这个谢咧，我别搞神仙传福音的，谢，我好声，我别搞传福音的，来不及了啦！什么时候到来不及了？第二，我们要跟主更加亲密。你看那个博士40天呢，看到那个大卫之先知道说有一个救世主降生，他开始有人说4个博士啦，圣经里面记载是3个博士，哇，3个博士找40天呢。为了找一个耶稣找40天呢，你为一个礼拜停车可能停1个小时，没有停过4个小时吧？我最久大概停1个小时。1个礼拜才来1天呢，有时候你都还来不及耶。可是他就为了40天，为了希望能够与主在一起。所以我们接着回顾耶稣的降生，我们重新建立跟主更亲密的关系呀。我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呀。我们要不要更加亲近上帝？我们要不要？因为不好的事情真多，其实台湾这次的选举看得出来，他的选举是人心在冷淡，所以你看投票率很低。我身为是执政者的一员，其实我明年可能会写一篇文章给总统，我们要反省，我们真的要检讨。世界没有永远的执政，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光环，每一件事情是累积，大家都在看。教会也一样啊。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真的在付出、在努力？不是教会给人看的，神在看。但是保罗先生有讲说，我们像一出戏、一台戏、一棚戏，给天使跟世人观看。我们要真的要做出来。我们爱心冷淡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上帝叫我们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末世就要到了，随时要到。其实我算一算我们全球人口已经突破80亿，其实福音已经差不多全世界传遍了哦。问题是你接受不接受？福音他们全部传遍了哦，所以我心里常在想说，都传遍了。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，末日什么时候会到，但是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哦。连亚马森森林里面都已经有人进去传福音了哦。所以我们要认基督是肉身成圣，肉身成道只有耶稣基督哈，你不要被骗了。全能神教会说他是耶稣的师弟，
还有耶稣的师弟、徒弟，还有耶稣的什么？没有。耶稣再来就是审判了。我们每个人在讲代降节，不是等待已经发生过了才叫代降节。我们要真的知道有3棵树，这3棵树都在森林里面长得很高，每个都拼命的向上长，阳光充足，水分充足。第一棵树讲说，我这么高贵的树，以后我要做珠宝盒。珠宝盒，我里面所装的都是最高贵的珠宝，每个看到我都非常的羡慕，要做珠宝盒。第二棵树说，我长得这么强壮又粗壮，我要做一条大船，遨游全世界。每个人坐在我上面的人，看到我这条大船，都非常的欣赏。第3棵树比较瘦一点，我要长得越高，我要高，我以后要长得最高的树，我要从上面这看着人间，我是最高的一棵树。这棵树最美丽的珠宝箱，最坚固的船，叫最高的树。但是日子久了以后，突然有一个人木匠上来，那个砍树的人上来说我要砍一棵树，就把那棵最高的树砍下来。他想说我要做珠宝盒，看他真的是挖一个箱子，再做一个箱子，再做一个箱子，你看我要做珠宝盒。没想到做了老半天不是珠宝盒呢，做那个马的那个放饲料的东西，做马槽。我是珠宝盒嘞，怎么变成马槽？有一天，有一对夫妻，太太要生了，找不到地方住宿，所以就在那个在那个羊群里面的马槽，就在那个羊群的那个房间里面，就在马槽里面就诞生一个婴儿。第二棵树，哇，成为遨游世界的大船。没想到是做一只渔船呢，人家真的是因为树很大很粗，所以开始做船，做渔船。这渔船啊，臭狗狗呢，鱼啊，拢做臭狗狗，拢迄个鱼啊味啊，在的人都是不入流的人。我本来是要造最高贵的环游世界啊，太容易了，在的人拢是些较低层的人。有一天，他突然看到说，在大风大浪，突然有一个人在上面，风平浪静。指责风浪，这是谁呀？可以指责风浪平静哎。第3棵树越长越高，越长越高。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就把它砍下来。他说：“你把我砍下来做什么？我要成为世界最高的树。”砍下来就随便把它剁一剁，取一些短的，取一些长的，就钉个十字架。没想到就把它放在golgol他。就会在十字架上面专门钉那些罪恶满盈的人，那些整个很粗暴，整个要被判死刑的人，被判最不好刑的人，被钉在那边，哎呦，我好羞辱啊！可这3棵树里面，神的爱让第一棵树变成什么？美丽呀！它虽然不是珠宝盒，和它所装的，它里面所承载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，最珍贵的东西。第二棵树，虽然它不是那种翱翔世界的大船，但是它变成非常的坚强，因为它载过耶稣。耶稣在它里面，在他叫门徒里面打鱼，耶稣在里面传道，耶稣甚至让风浪都平静，载过耶稣的船。这么的荣耀，第3棵树更是在十字架上面。人们看到这棵树，看到这十字架，就想到神。这比成为世界最高的树更好，因为什么？它是非常的让我们值得尊敬。最后，各位弟兄们，你对主再临的期待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准备好？你对弥赛亚再来的希望是什么？你有抱持那个希望，因为主会将恩典加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用悔改的心，我们用期待的心，我们用等待准备好的心，等待主灵的降临。求你告诉我们，
我们该怎么做？所以此时我们要该怎么做？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奉差遣。主，求你的爱，求你的恩典，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咱起立，咱来吟诗41首，第1节、第2节。请坐，这是咱用感谢的心准备奉献。请起立，咱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过来，咱要公道。咱特别为着德恩兄伊的夫人，求上帝医治伊，眷顾伊，伫骨髓移植甲化疗拢会当顺遂，早日康复。那嘛为着咱知也是毋知有身体欠安的兄弟，咱嘛一直为因代祷。第二，本会新杰姐妹伊要伫后礼拜要转去英国，咱为伊的生活起居平安代祷。伫海外嘛，抑阁有足侪兄弟因伫咧外国，不论是学业还是工作，咱嘛
顺便为因带祷。过来特别为咱教会陈堂娘、张老娘、顾义长老的全家，搁淑女姐因的身心灵健壮带祷。上尾咧，为着咱个人的感恩认罪祈求来祷，请咱起立一齐。吟诗397首，吟了，请林牧师为咱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他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要时时刻刻甲恁三个弟的。愿主祝福咱，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要报告进前，咱来读今日的经句。台语，因为上帝所讲的话，无一句无力；因为上帝所讲的话，无一句无力。过来华语咱嘛来念2遍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路加福音1章37节。我们消息报告啦吼。等一下吼，咱感谢嘛是要阁有迄个造就吼。
就是圣经造就。下到有夫妇团体的主会是手作雪媚娘，由慧文姐妹带领。然后下晡咧2点半，伫叶基安长老的厝有家庭礼拜，邀请兄弟会当参加。以上上尾请圣歌队为咱唱祝福的歌。过来会当行平安礼。平安加坐咧，你若别爬起来哈！来，咱分小组吼，啊，穿迄个衣啊，一边刷衣啊，一边互相来请安吼，一边来刷啊，迄个，听听。